了，这个位面就知影讲，咱即马要讲黄金的消息。以色列甲伊朗发生冲突了，真侪人会去买金仔。最近国际金仔价拢一直抢悬，连带国内牌价同款一直抢悬。今仔日应该到偌济啊？一钱到9630块啊，2万块是愈来愈晚。不过专家认为讲，这个金仔的价效一直起，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债券呢，伊的价效一直败。至于讲有真侪国家央行呢会买金仔，其中的俄罗斯央行甲中国人民银行对金仔价价效影响是上界明显。拄好内底金仔金光闪闪，水气天条。毋过想要买金仔，咱第一有够饱。毕竟国际金仔价标悬，冲破每盎司2400块美金，换做新台票超过7.8万。虽然含高盛、华尔街导航，巴拢来讲，真看好金仔的市场发展。国内的金价也不断突破新高，像我手上这个金块，年初的时候价格是40万，现在已经涨到快48万。经济7金牛公会国内黄金牌价第一涨每一钱9520。过一天，高起到9630，真紧到底要挖一钱1万。金牛业者讲，真侪按3要结婚的民众，拢赶在价效变贵进前，赶紧来配。因为他怕他那个什么5、6月的时候买的时候啊，那又会多了2、3万块钱，会有这种状况。就是想要结婚的新人，因为他就是说黄金的结婚套组是必需品的嘛。专家分析，金仔价标悬，那是因为地缘政治风险推升避险的需求，更加重要是美国经济价效继续大跌，提出真侪个央行外汇欠钱受到损失，所以增加黄金的库存。其中俄罗斯央行、中国人民银行影响上车，两国拢伫咧进行去美金化操作。被美国经济买金仔，俄罗斯嘛因为怕乌克兰靠西方国家冻结国会，今日当买金仔来囤。中国民间是本正的增高买金仔。这1年多以来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需求量呢也增加了大概8%到10%。不过金仔价一直飙出新价效，专家嘛是请要注意底线震动。若是想要投资追求高风险，一定要谨慎。目标若是长期欠钱，这是整体唯一的方法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